市的6堆风云传有纸上电影。他是叙述一个土地公显灵救了一个人，可他命中该绝，就是说他要被水鬼抓走。那他当时就是那个客家在跟闽南人械斗的时候，把自己融化在母体的文化，用最新潮的方式。动漫第一个就是说，它是有故事性的，那它也有影音，那它的娱乐性很高。头戴紫色同花布帽的张崇基是台湾第1位投入客家漫画的漫画家。我每一张图都把它当作是每一格，虽然可能你看下去只有1秒2秒的时间，可是我们都花了很久的时间在做。漫画中有3D 的图像概念，还有吸引人的奇幻元素。140年前的客家故事成了15页的《聊斋小品》。置身日本漫画、海报和公仔间，张崇基深知文化侵蚀的影响力。从事教职的他，顽固地说客家故事，画客家历史。那所以我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，我不会去在乎别人怎么想、怎么看，就算很辛苦，我觉得甘之如饴了。甘之如饴。对对对。所以俺们叫甘苦。哎，俺们讲甘苦有大正。甘苦有大正。对吧？我不怕辛苦，辛苦会有代价。因为我一直想说，做文化教育的老天一定会保佑了。没有销售通路，没有出版社帮忙行销，张崇基依旧期待着有朝一日客家文化借由3D 动漫站上国际舞台。形容自己是洒热血投注在客家漫画当中，张崇基老师是第1人，但他真的不希望自己是唯一1人。抛砖引玉，总希望用动漫说客家故事的那一天能够赶快到来。俺们叫甘苦有嘎子，俺们叫甘苦有嘎子。